即摆法规有规定，4岁以下的囡仔呢，要坐轿车就要坐儿童安全座椅。不过，这个规定敢若限定这自用的轿车，计程车并无强制规定。台北市目前有超过3万台计程车有提供安全座椅的无到1%，着机关要求市政府要检讨。那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用鼓励的方式，未来也打算要甲这项列入去业界评价项目。客停车司机接到订单了后，停伫路边对后倒甲移动安全椅装好好势，予红眼眼的民众坐车会当较安心。虽然目前法规敢若规定，家己驶的轿车需要强制细汉囡仔坐安全椅啊，客停车并无强制规定。不过，有的客停车司机也专工准备保护移动安全。安全啊！你囡仔较细汉，总是爱坐较安全的嘛。一个月平均大概若有3届就袂歹啊。民众也表示，目前市面上的客停车真少有配移动安全椅的服务，若是需要，拢爱提早叫。有安全座椅还是比较安全啦。对，那可是因为现在计程车也没有得选择有没有安全座椅，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就是会提前叫。也有民众讲，赶紧的是带2个囡仔坐车，敢来当保护案，各位赶紧落车。坐在椅子上面，然后会绑安全带。然后另外一只是在自己身上，然后也是会绑安全带，然后就抓紧紧，然后另外一只也就是这样挡住护颈这样子。台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因为法规无规定，所以交通局拢是用鼓励的方式来宣导。交通局对今年开始也建议，把有安全椅服务放伫客停车评鉴的评分项目内底。其实我们在去年在车队评鉴就已经把安装安全座椅的车辆数的部分就纳为评鉴的加分项目。那后续也会去研议把它纳入正式的那个评鉴指标了。除非今天交通单位或交通部，他把计程车也把它纳是一定要去载运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有强制这件事情的时候，消费者跟司机才有可能你情我愿的。大家彼此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客停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认为，为了囡仔的安全，有安全座椅当然较妥当，但是加入评鉴效果有限，建议政府制定法规加强宣导，来提醒民众、客停车业者、社会大众对移动交通安全的重视。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